第三係個眼眶骨走位，其實咧係前後眼，你一邊嘅眼咧係俾個骨推出嚟少少，視覺上咧隻眼就大咗，重新砌過裝住個眼球嗰嚿骨，咁你就冇咗個前後眼。Hello，教授，做完療程之後提升效果都好明顯。我做咗好幾件事咧，第一件事咧，將兩個顴骨用一個頻率咧做一個互相平衡。腮骨都有大細㗎，做你嘅一邊嘅肌肉多啲，追翻第二邊，呢兩邊腮嘅肌肉慢慢平衡，面慢慢鬆弛咧，其實條頸佢本身咗，令到血有流動啦。你面裏邊咧主肌肉咧向中間拉緊，佢令到個面細一啲，呢個下巴縮咗佢啦，係慢慢將個骨咧推翻向前，再加上你嘅脂肪線，即係靠血脂重新俾個脂肪細胞吸收，咁你就發覺到咧，哦呢個飽滿啦。個脂肪行翻啲啦，將你個額頭做得平滑咗，牽涉到額骨嘅一個骨縫嘅處理，額骨有關節嘅，咁同埋兩個結節嘅處理。